说是清泉又不像人，我们就是最佳组合蛇皮麦。不要停啊！有人到我们这里来了。哎呦，不行了，那个你驸马呀！那你后来什么牡丹也是这样的东西。回到童年，欢乐绽放。又开课了，我是班主任张芳，大家好，大家好，很早上课了，老师提个问题，今天上课的主题是什么？我们黑板上写的清清楚楚，红楼梦未了。沈远同学说的非常正确，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就是红楼梦未了。红楼梦未了，我贾宝玉也梦未了，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林妹妹，拉住他，拉住他！好，曹毅同学是不是最近入戏太深了？啊，不过在这里，老师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的大课堂的现场会有2位林妹妹来哦。加上我是不是有3位呢？你说是哪2位？是林妹妹团了？啊，对，林妹妹团。天上掉下这么多林妹妹啊！那这样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林妹妹们啊！来，掌声有请上海粤剧院红楼团的美女们！朋友对他们已经都非常的熟悉了，都是明星，都是美女，都是角儿啊！对啊，认不认识啊？哎呀，老师这个不用说的嘛，这老师都是我的偶像啊！真的吗？这边2位钱慧丽老师，来，还有山养平老师。年轻版的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粤剧院红楼剧团的徐派小生杨婷娜。好，欢迎！观众朋友都叫他杨帅。哇，帅，好帅啊！下一位美女，我是红楼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哇，好漂亮啊！这位好像很熟悉的吧？这个我们很熟啊。对呀。那个时候我是客场的时候呢，他来做主场。现在怎么变成我主场，你客场了？他挤掉了。我今天只能来打酱油了呀！哎呦，今天爆了这么大一个酱油，来势汹汹过来报仇的。你怎么到红花队去了啦？你们不知道吧？我也是上月红楼团的。知道今天要来参加周末大课堂。像我这么有见的人，怎么可以不来啦？对吧？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个课还没开始上，但场上的火药味儿已经开始有了。今天的比赛肯定非常好看啊！而且我们也知道，《红楼梦》是我们上月红楼团的经典剧目，我们钱慧丽老师和单养平老师的经典宝黛也是深入人心。那么我们年轻版的杨婷娜和李旭丹的青年版的宝黛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对不对？除了《红楼梦》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经典的好戏，比如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孟丽君》、《秦汉》、《皇帝与村姑》等等。讲这么多的戏哦，估计看完之后要到2012年。你别急啊！过2天，12月20号、21号，我们红楼剧团将在逸夫舞台有2场经典折子戏登台演出，叫做《和合群包》《红楼心思》，浓缩了这些戏的精华，一定要看。对，春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演出可以给大家？春节期间我们还要上演那个明星版的《孟丽君》。哇，明星辈啦，那有很多的明星啊。2位老师能不能让我们先睹为快？下头一下，对呀。哎呦，在你们面前2位们就是明星呀。李青青，万岁青。2个请字，这个味道就闻得不得了啊！而且这个身份一看就知道了，万岁，这是皇上呀！皇上，我给您请安了。我又不是给您请安，不是太监。还有呢？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单老师肯定是演花旦啊，肯定是爱妃啊，爱妃啊。好，这种红花对。那什么自说自话的？钱老师，
我们这个大队长猜的对不对啊？队长非常遗憾错了，错了。单老师不是一直是刚才表演的是孟丽君当中尤尚林的一句开场白。那么孟丽君呢是女扮男装，然后呢被我这个皇帝识破了。让皇帝因为看中她，要横刀夺爱，然后呢把她请到了约到了这个上林，进行感情进行交流，想试探她，然后借着这个尤尚林这个花鸟啊，然后这个景色啊，然后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下来呢？接下来，单老师要说，接下来，那是个吃亏呀！还要买票的了。喜螺丝丢完了尾扣了。9月初7、初8、初9，我们一定会来看的。好，准备上课。我宣布一下，今天这5位就是红花队，我们这4位还是绿叶队。那么首先我们要上的这个课呢，也是在场所有的人都很擅长的。我们来问问题啊。这个越剧里边很多题材都是反映什么主题的？我知道什么？爱情。你们说对不对？对的，对，都是反映爱情的，不管是《红楼梦》啊、孟丽君啊。所以今天我们第1节课啊，都是跟这个爱情是有关系的。马上进入第1节课，表演课。表演课，每队派2名同学来表演答案。表演过程中不允许发出声音，其他同学猜。2分钟内猜出答案多的队伍获得1朵小红花。今天表演课的内容呢，就是2位同学来猜，2位同学来演。我们这边有5位，就是3位同学来猜，2位同学来演。要猜什么呢？就是跟爱情相关的戏曲的曲名。报告老师啊，这个好像不太公平吧？是这么多的越剧名家猜戏曲曲名，我猜不过他。老师来公平的，所以我出的题目不仅仅是越剧，还有各种各样戏曲的曲名啊。我们还是猜不出来。你们都是千锤百炼的表演艺术家的。我们羞死了。好，那这样我们让绿叶队的同学先来做个示范，好不好？其实你们这边没问题，魏地同学是很有经验的。我们以前在绿叶队从来没赢过。说出来呀！我们现在到了红花队，我们有机会赢。好，你们谁来猜？谁来演？谁猜？我肯定猜不出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来猜。好，来猜。好，那我们演。我们俩演。我猜。哎，你们2个站在一起，怎么有点像蛇皮？我们2个人单位成立一个新的组合，我们叫蛇皮袋。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蛇皮袋组合他们对这个戏曲了解的究竟够不够丰富。2分钟计时，开始。做的像一点。几个字？4个。唇语不能说啊。霸王别姬。对了，好，下一个。对吧？不要解释。抽筋化神仙的。几个字？3个。0。第3个字。好，钱。罗汉钱。好，厉害，太厉害了吧！下一个，来了，这个来了。几个字？4个啊。看看沈远的表演，看看这个气场太差，哎呀，沈远的气场太差，不来的。过了，有2个机会，5个字。他们肯定表演不出来的。孔雀东南飞。白蛇传。下一个。6个字。这是什么了？四头花脑。5点。打金枝。厉害！下一个，猴。羊癫疯。3个字。狮。河东狮，好吧，算3个字。狮子林。加油！3个字。狮子头。狮子王。最后10秒。狮心凤。红笑狮8、7、6、5、4、3、2、1。龙。好，来，过来。我觉得狮吼技蛮可惜的。哎，狮吼技其实老师。我们那个大唐贵妃。大
唐贵妃没有猜出来，人家神远都这样。那个其实不用过的，应该快猜出来了。神远他太差了。其实我已经想到那个杨贵妃了，但是我想做皇帝，但我觉得我那个皇帝做的不是很像。可以，你太像了。我后来觉得自己演的像包拯，过得太快了。好，来过来，我来总结一下。我觉得呢，我们绿乐队同学刚才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大部分都猜出来了，在2分钟里边一共猜对了6个曲目。好了，那今天我们这5位专家派哪2位来演，哪3位来猜？老师来演吧。我不行，我猜也不行，你们表演也不行。前面已经说了，我每次在的时候都输掉的，你们相信我。所以就直接输掉了。特别我觉得陈慧琳演的还不错的，就你们俩演，就你们俩演，这3位猜。对。来， 2分钟计时，开始。几个字？不要说话啊！你不要说话。宝塔镇河妖。哦，那个格呀，那个珍珠马。下一个。想说珍珠塔怎么不像啊？哎呀，上花《红楼梦》。好，出来了，《红楼梦》。下一个。女上花。水难收。 3个字哦。千金买骨。肚子疼啊，上医院，产房门前，皮肤。超市邮寄，再游戏。好，下一个。白蛇传。哎呦，别惊了。别惊，2个字。闪腰。哎，这个动作，要不要做？哇，这个。下一个。配合一下吧，2个人。慧迪要哭了。天仙配。好，下一个。哦。放里去啊。不是，阿凡提。有毛驴，小毛驴，从来也不骑。啊，是那个黄梅戏的那个什么？讲的那个媳妇马。下一个。花仙。 8、7、6、5、4、3、2、1。时间到。你给我过来。好，来，经典的动作你会不知道的。对呀，姐姐，那你好久了，你不是有这个动作的吗？我学了7年。那你后来什么牡丹也是这样的。好了，我们来了，3位。来到这边来，钱老师身上那么多牡丹。在2分钟的时间里边，红花队猜到了5个曲目。可惜在那个牡丹亭。对的，这样呢，飞鱼也很可惜啊。很遗憾的告诉你们，第1朵红花要送给我们绿叶。好，这个上面一点啊。好，我们第1节课呢，乐队获胜。那么红花队，我们规定是输了就要表演的，对不对？我记得吧，陈慧琳在我们有机会赢的吧？帮人家演节目。那么我们首先，既然陈老师站在我旁边，陈老师先出个节目，好不好？来，掌声送给陈老师。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亲家母，咱都坐下呀，咱们随便拉一拉。老嫂子到俺家，常常山不的拉。
烈队一朵红花，红花队目前还没有红花，后面的课程要加油了，加油了。我们没有。好，马上进入第2节课，语文课。语文课，主持人说一个地点，参赛同学接力说出在这个地点内会出现的物品，所说物品重复或在该地点出现不合理的同学即被淘汰。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语文课了，在这里呢，我们肯定也是要跟我们的戏曲、跟我们的越剧要挨边的。那么越剧呢，我们归纳了2句话，就是莫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说明这个后花园啊，在这个越剧当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对，是的，我们越剧里面呢也有很多父子，就是把某一类东西呢归纳在一起，比如说游花园中的父子。对呀，对呀。包括前面好像刚才钱老师也说到过，是包括这个梦里君里的游上林，其实就是借着鸟语从那个花花草草来传达感情的一种常用的一种片段。好，那么今天的语文课这个基本的出题的思路就已经出来了。老师呢要说一个在我们的戏曲里边经常会出现到的场景，然后你们要接在这个场景里边会出现什么样的东西。谁能够留到最后，就能为本队赢得一朵小红花。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规矩，2队的队员我们要交叉站，来排队。大家跟我一起来。花园里面有什么？小草、花鸟、牡丹花。好，回事。永远一直是我们这边这个亲手沈远同学到座位上坐着吧，坐着。大家跟我一起来，书房里边有什么？凳子、电脑、美女、毛笔、垃圾、玻璃槽。被他带到沟里去了是吧？钱老师也准备的玻璃槽。好，钱老师回到位置上，大家跟我一起来。公堂里面有什么？文房四宝、虎头铡、金堂木、老头、椅子、县官、玻璃槽。没有玻璃槽，你看来是不是被吴兴国老师给带到沟里去了？你以为玻璃槽不是玻璃？单老师，就是单老师，你危险了，你危险了！而且我发现了，单老师其实他的气场只压迫右边的人。大家跟我一起来，酒馆里边有什么？杯子、面条、酒壶、美女、小二、扫把、筷子、大侠、毛巾、抹布、掌柜、人、扇子、银子、酒保、账本、窗户、玻璃窗。怎么又玻璃窗了？前面也有窗户了。我们就以为玻璃窗是空沙的吗？百搭的。来来来，去！哎呀，不对了，怎么又是这个位置啊？对呀，那你坐吧。不是，再玩下去，老师淘汰了。大家跟我一起来，闺房里边有什么？扇子、绒毛玩具、扫子、筷子、编织。我跟你说，夏老师把右边的人全部吓走之后，就自己走了。我知道，其实不是夏老师气场的，是我气场不够。夏老师，麻烦休息一下。大家跟我一起来，寺庙里边有什么？和尚、烛台、油灯、佛珠、香火、蜡烛、经书、扫帚、武功。什么东西？蜈蚣。寺庙里面不是有武功的吗？这不就是太极拳？东西，武功又不是东西了。这个啊，不要辩解了，小精神上的东西高于实力的东西，你靠武功命题可以的。来，站到中间。现在，老师不要比了，老师不要比了。何毅同学这是满足了他的心愿，舞台上2位美女把他包围了，很大的。老师还有不要为此故意把绿叶队输掉哈。啊，好的，好吧，好的，我肯定会尽量输掉的。大家跟我一起来，皇宫里边有什么？宫女、太监、贵妃。你看我们夏老师犯了同样的错误，被我的气场给吓到了。不好意思。
杯、菜肴、蟑螂、鲜花、臭臭、美女、蚊子。哎，谁同步了？美女同步了，在这里我宣布曹毅获胜。来，没有想到我们曹毅同学为我们的绿叶队在这个环节获得了小红花一朵。平时他总是第一个被淘汰的。老师，你放在我的手背上，我刚才摸过2位美女姐姐的手了，我回去不洗了，你放在我这个上面。有点做作。我们绿叶有小红花。好。那么这个环节呢，我又要遗憾的宣布，我们绿叶队都已经有人到我们这里来了。明显陈老师已经想站在我们队里了。不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这里这样，陈老师表明主席，我知道，这培养年轻人嘛，甘当绿叶嘛。到这儿当主角了。我们绿叶队嘛。好，那么既然又输了，是不是他们红花队还得演节目啊？那么钱老师来了，单老师你也逃不掉的，刚才气场那么大，一个不小心看下去。那单老师让他唱越剧也太便宜他了，咱们也换一个剧种，有请单老师。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懂，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的亲着表亲，一个奶奶起身还情人，这里比奥妙我已能猜出几分，他们和弟弟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就学了京剧，为什么后来又会改越剧呢？这个故事是不是要讲？他跟我一样的，越剧那时候红了，他就唱越剧。没有，刚才你们红花多，我就站你那个小的时候，我的嗓子一点都没有。其实我唱这个的时候，就是坐在第一排，人家都听不见。是吗？对。所以后来就改行唱越剧。好，那么经过这2轮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场上的比分是2-0，我们红花队要加油了。好，马上进入第3节课常识课。常识课，每队各派2名同学参加游戏，其他同学回答问题。游戏失败时，答对题目多的一队获得1朵小红花。今天我们的常识课呢，我们肯定是要跟红楼知识相关的。那么在老师的手里呢，大家看到了有一张纸，每队呢派出2名同学站在上面，答错了就要把这张纸对折，如果站不住，你们就结束了，看能够回答对多少道问题。那还是你们来吧。我平衡很好，没问题。你平衡可以跟我搭档。来，在这里还有一位呢，没有人跟他搭档。我要求要张晓东。为什么身材好？他身材好。很会你了，我告你说，你这个我就答应你了。哎，老师，我决定我不站了。还要被他挤下去。我来吧，还是跟我一样站在这里。其实张晓东和华神贤的命运完全是掌握在曹毅和神远同学的手里。曹毅、神远，请听题。好，第一题。《红楼梦》是章回体长篇小说，正确还是错误？什么是章回体？说一个吧。教你是个人呀，正确。对的，对了。好，继续第2题。哎呀，命好。林黛玉是杭州人，正确还是错误？正确。请对折。老师，我来对折。他是什么地方人的？他是苏州人。哎呦，那这个时候都算是越国人。很会呀。老师，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行为叫脱科。
我可苦啊，我可苦啊！没关系啊，瓷瓦子。我扶着你。对不起两位了。好，请听题。好。以下哪一个人不是金陵12钗之一 ？A. 史湘云 ，B. 秦可卿 ，C. 晴雯。秦可卿。你说的答案是 B. 秦可卿，对吧？你想清楚。请对折。哎呦，好厉害！我怎么知不是金陵12钗之一的是晴雯。晴雯啊。哦。还有机会吗？是因为有，你这你们还可以吧？你抱住他吧。好，请听题。我跟你家带来。老师出快一点，他们倒了。《红楼梦》中四春指的是哪4个人？李宇春、陈小春。去你们吧，咏春！我去你们！没得站了，脚不要下来，不要下来，对。哎，文啊，站住啊！西春、西春、迎春、南春、北春。你折吧，不要打了，折吧。答案是贾迎春、贾惜春、贾元春、贾探春。怎么都是假的？那就是不对的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李宇春、陈小春、雪春，那个都是对的呀！看来是对的。好，画针前。这张纸还没有他2个小下身的马大。他背你好了。对呀，你走。好。我们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好好打，请听题。我们只答对了1道题。2010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导演是谁？卑职了。你们肯定打不出。 2010年拍过《红楼梦》的。老师直接对折吧。知道是个女的。随便试试。小红啊，4、将爱进行到底呀！3、2、1，请回答。叫什么？错，上小红一个。石小红，来对折。哎，老师，他们直接认输吧。你折对我们看一下。要不然这个华神也站上去，张小东背上去了呀！这个人好坏呀！对呀，答案刚才的答案，2010年版的这个《红楼梦》的导演是李少红。李少红。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说嘛！哎，真有气好不好？老师，我们的技术难度9.9。好，来。好，老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可以的，保持这个动作，请评委打分。他脚在发抖。林黛玉在诗社里的号是什么？什么？林黛玉在诗社里边的号。林黛玉在。不要打了。不用打，他们肯定猜不出来。哎，说吧，张晓东同学我知道的。叫什么？林黛玉在宿舍里面的绰号。宿舍。问一下这边，他的号叫什么？潇湘妃子，听到吗？潇湘妃子。这2位绿叶队的同学有多么不容易，遇到了2个无知的同学，真是没办法。不是不努力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一共答对了1道题。历史最差成绩，总比没有好，总比没有好。老师，我留个纪念可以吗？可以。3小来，交换位置，你们哪2位来站，哪2位来猜？我来站。好，你来站。还有。好，请听题。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徐玉兰、王文娟版的电影《红楼梦》拍摄于1962年，正确还是错误？正确。继续，看到没有？正确的。我们第1道题是正确的呀。你们我们是答对的。来，探春是林黛玉的表姐，对还是错？完了，那是表的，那就是对的，是吧？来，请折纸。我们说肯定是表的，但是不是这个还是正规折法。对的。探春是林黛玉的表妹。表妹。林黛玉太老了。好，下一题。下一题。电影《红楼梦》的导演是谢晋吗？是不是？这道题目你们回答对了，不是。继续，贾母姓什么 ？A. 贾 B. 薛 C. 史 D. 王。史，姓史对吗？对。好，继续。刘姥姥一共进了几次大观园？1次、2次、3次？3次。继续。曹雪芹的祖上是苏州织造吗
南京应该是。先回答是还是不是？他的后代我知道的。不是苏州。江宁，不是苏州，正确，应该是江宁织造。好，继续。乔姐的名字是刘姥姥取的吗？是的。是。继续。给我一次折纸的机会吧。来，这题，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是70岁吗？这个倒搞不清。好了，完了，要对折了。这个不知道。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时候是70岁吗？蒙一次，没有。是还是不是？是吧？蒙吧，蒙一下，我们身材套的。蒙一下说不是，对吗？好，继续。对了，好，下面写菊花诗的时候是谁最终夺魁？林黛玉。哎，继续，厉害了，有多少道题目？整个大家们懂了。海棠社的发起者是谁 ？A. 惜春 B. 探春 C. 迎春。探春确定？确定，正确。还有2道题目，薛宝琴和薛宝钗是亲姐妹吗？有的。是的。应该是吧？是还是不是？是。确定。折纸。来，还有最后一道题目了。那他们是什么？呀，这个小一点。快一点！需要再谁，他们就站不下去了。来，这个薛宝琴和薛宝钗她们不是亲姐妹，是堂姐妹啊。最后一道题，请听题。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是清朝哪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哎呀，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他说雍正是吧？雍正，请折纸。啊！这个折法好呀！试试看，应该是康。你看，对他们来说，这个现在可以推了。不对，来，刚才应该这样。好了，没有机会了啊！好了，机会过了啊！下得非常好，应该是任务完成。来，我们统计一下刚才的题目，正确答案就是乾隆皇帝。乾隆。来，我们在这一道题目当中，我们红花队一共答对了9道题目。我就觉得你们看一个，旁边站的这几个都是红学家，都是。那没办法，都知道。关键是你们折的纸，人家也站上去了，也站得非常的优美，所以这朵红花要给我们的红花队。终于有红花了！现在我们红花队终于有一朵红花了啊！不是什么问题。对，他第一次拿到红花，所以他要表演了，应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邀请一位绿叶队的男嘉宾跟我一起合作。那我们3个一起上。这个也可以。好，我们3个一起来吧。没有我们绿叶队的同学多么踊跃！我把我们队的这个蛇皮袋配给你了。好，我们就是最佳组合蛇皮袋。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轻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中明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红的衣裳？推开那扇小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朵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的流浪。过了四季，花你仍香，水中。
唱得非常好。我们2位伴舞的同学绝对是专业啊！我歌选的不好，太长了。对，我们蛇皮带组合成功了，可以进军国际了啊！老师，人家伴舞要钱，给陈慧迪伴舞要命。好，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老师做主，一人发一朵小红花，好不好？来，贴红花。好，下一节课我们是答对1道就有1朵红花。哎，这个红花会出现的非常多，所以机会肯定有啊。陈老师、邵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节课——音乐课。音乐课，2队通过抢答器争夺抢答权，抢到抢答权的一队接着戏曲停顿处唱下去，歌词完全唱对的同学获得1朵小红花。好，开始。男子打仗，刀边来，女子好，现在红花队抢到了，我们要继续往下接。把天去种地，夜晚来放棉，不分昼夜是辛勤把活干。究竟正确与否？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绝对。把天去种地，夜晚来放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不但唱的对，腔调都一模一样。腔调都一样。来，1朵小红花。现在场上3比3，好，准备第2段开始。什么？我的离家爱多，好有一边。红大姐，我是呀，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哦？好，抢！抢到了！谁唱？不把你比牛郎，好有分呐！正确与否？来看正确答案。我把你比牛郎，好分呐！好，这段是花子戏《刘海砍桥》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老李，我来干。1朵红花。哎呀，现在场上的比分非常的激烈啊！又领先了，又领先1分啊！好，请注意。好，第3段开始。那一天爷爷领我去把亲戚看，这戏歌，看见那舞台上面跳着大花脸。红白黄绿蓝靛紫油灯夜，一边唱一边喊，哇呀呀呀，好像炸人，叽叽喳喳就像在闹天。注意，看脸的窦尔敦，斗一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好，登场又到，抢到了，抢到了，谁唱？对，你曹操，我大队长张晓东。来，金色的猴王，银色的妖怪，什么颜色的妖怪？黑色的精灵，笑啊哈哈这是后面我知道都是啊，不可能的。这是什么色的妖怪啊？啊的非常的不错，妖怪，你能朗诵一下？金色的猴王，金色的猴王，银色的妖怪，银色的妖怪，灰色的精灵，灰色的精灵。好，好像是白脸的曹操什么？是不是曹操吗？来，正确与否，请听标准答案。红脸的典韦，这个下面那朵花自己去拿下来。来，自己去拿。没有错吧？
我一直很相信张晓东啊，没想到第四段，你们相当的有风险呐！你们很有力量。第四段开始，强啊！那加油啊！你去抢，没关系，华神贤这是对的，给他们抢到，他们肯定赢。给我们抢到，我们也会赢。我们这个歌在出来的时候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就已经跟着唱了，明显他们会唱，没问题。西洽门前，苏澳门前一枝梅，朗诵可以吧？老师，二对大对。两侧成上，什么两侧还有乌鸦，江大桥，恭喜两兄一路平安把家为。好，对的。张晓东这道题究竟能不能血耻呢？这样，我相信这道题目本来我们红花队的同学是肯定胸有成竹的。对。缇娜是什么？缇娜展示一下。好，两兄把心累。好，来，正确答案先听一下。两兄把心累。好吧，我去拿。已经拿出来了。好，下面机会来了啊！机会来了啊！机会是这个。第5段开始。精灵塔。为你打开一水草，几颗一颗，情马一马。那北山花的火里。没机关，都是下一题我们交换场地。交换场地好了。不要那么废话，接下几句啊！我结婚的丽水映满花，所呀心今朝是七个标准答案我们先听一下啊，来，彩绘的丽水映满花。好，我说机会来了吧？来，曹毅同学。虽然被老师打了一下，但是很值得。哎呦，我们上下忙碌点什么东西，这个会议我都没有增加。来，我们这边质疑，这边场地有机会，交换场地，好的，还是我来按，好吧？第6段开始。我们两个一起接啊！曹毅以前考过京剧的。我唱一段这个鱼派的，好吧？好，还要分派别啊！吓人。大厅的司马，你临了病就往西行。来，听一下正确答案。大厅的司马，临了病就往西行。非常好，红花贴上去。好，现在场上的比分又变成了4比3，我们要继续。
正确答案。好好新鲜呐！世界剧院的吧？对呀，感觉是黄梅戏剧。好，谢谢。我爱你，我爱你。来，第8段开始。我听过的，李玉刚的歌我们会唱。老板哥是唱什么？好，抢到了。这首歌我都听过。对，谁抢的谁唱嘛。谁也抢到了。而且你的嗓子很适合唱这首歌。好。菊花台闹明月。你这样反了。嗓子一下子哑。是这样的，如果抢到了答不出，你们答得出？我答得出，怎么会你想还会唱什么？那这样，给他一张纸让他写。现在还要敢看？老师，我真不知道。老师，还是怎么来的？前面一句的词儿，我们再放一遍好吗？菊花台不要停！我们是真的不会。他们3个人在旁边唱得很起劲的，你知道吗？老师他抢得开心啊！我们把标准答案先听一下是什么，好不好？来听一下。现在场上比分又变成4比3了，不过换了一下啊。第9段开始。呼剧。那你如果你做的不错，你唱唱看也可以，没关系，就算你唱到，你唱。自家的眼那个比得上。往下唱。我想问一下，往下唱。刚才你们是把机会让给了陈？对的，是吧？然后他们是让给我们了，谁说的？唱街舞起槽。你往下唱。你有本事唱，我再向唱一句。把宫灯照。这道题目是这样的，我来说一句公道话。抢呢是我们绿乐队抢到了，但是绿乐队呢，一看到陈慧迪那么辛苦，平时大家关系也不错，我们风格老好，然后呢，真的还觉得人家陈慧迪也未必唱得出，就把机会让给了陈慧迪。不，老师不能这么说的。我们主要是为了让给他是吧？然后呢，陈慧迪又把它唱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道题目公平一点是每一队都加一朵红花。拿别人在心里我们是为了什么要这么让我们队的？我们绿乐队发扬风格，有最后一道题目，10段。气势上谁下的？没听过。认真。这个是什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新禅院钟声。反正《西游记》里没有这首歌的。好像没听到过这个，我也没听到过，真的。这是插曲吗？插曲。嘿，你们哎呀！你们走的好啊！这次我们发扬
三风格来的，宝贵的机会留给你们。你们说是，我说是，你说是。很少出现两边都不抢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看只能说明两边都不知道。现在谁最接近答案，谁就得红花。睡不稳，什么风雨纱窗黄昏后，睡不稳，风雨纱窗黄昏后，这是你的答案。那你们这边呢？你来睡不着，我看出来了，这边是完全不知道。我们来听一下。好，在这里我要宣布，他们刚才的答案是几乎跟正确答案一样的。他们对了吗？是吧？这朵红花是吧？有给他们了。不对啊！说什么了？就说我们明明听到是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团上滚下来都是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上的比分：红花队有6朵红花，绿叶队有4朵红花。赢了！这种雕虫小技就不要再演了，好不好？很显然，我们今天红花队人家前面是输给你们，但是后面是反败为胜，后来居上，好不好？那么这样，我们今天也很难得请来我们越剧院红楼团的这些明星美女们，他们接下来也有很多精彩的演出要献给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也让他们给我们做个预告，好不好？好。观众朋友们，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将于12月20号、21号和春节，就是2012年的1月29号、30号、31号，在一副舞台演出2台折子戏专场和3场那个明信版的孟丽君演出，欢迎大家一起来看。好，我一定会去看的哈。一定看。再一次谢谢各位，我宣布今天的周末大课堂下课。夏老师气场的，是我气场最大。夏老师，麻烦来休息一下。大家跟我一起来，寺庙里边有什么？和尚、竹盘、油灯、佛珠、香火、蜡烛、经书、扫帚、武功。什么东西？武功？寺庙里面不是有武功的吗？这是太极拳，有什么东西？武功又不是东西了。这个不要辩解了，小精灵上的东西高于实力的东西，你靠我当命题可以的。来，站到中间。现在，老师不要比了，老师不要比了。陶艺同学这是满足了他的心愿，舞台上2位美女把他包围了，很大的。老师还有不要为此故意把绿叶队输掉哈。好的，好吧。好的，我肯定会尽量输掉的。大家跟我一起来，皇宫里边有什么？宫女、太监、贵妃。你看我们夏老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被我的气场给吓到了。不好意思。大家跟我一起来，楼船里边有什么？筷子、美女、酒杯、菜肴、蟑螂、鲜花、臭臭、美女、蚊子。谁同步了？美女同步了。在这里我宣布陶艺获胜。来，没有想到我们陶艺同学为我们的绿叶队在这个环节获得了小红花1朵。平时他总是第一个被淘汰的。老师，你放在我的手背上，我刚才摸过2位美女姐姐的手了，我回去不洗了，你放在我这个上面。有点做作。我们是2朵小红花。好。那么这个环节呢，我又要遗憾的宣布，我们绿叶队都已经有人到我们这里来了。李雪全老师，来吧，已经想站在我们队里了。不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队里有陈老师。这样，老师表明一种心态，就是培养年轻人嘛，甘当绿叶嘛。到这儿当主角了。我们绿叶队嘛。好，那么既然又输了，是不是他们红花队还得演节目啊？那么钱老师来了，单老师你也逃不掉的。刚才气场那么大，一个个都看下去。
那邵老师让他唱越剧也太便宜他了。哎，咱们也换一个剧种，有请邵老师。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断。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的亲眷还要亲。可奶奶起身还情人，这里的奥妙，我已能猜出几分，他们和弟弟都一样，都流离一颗红亮的心。就学了京剧，哎，为什么后来又会改越剧呢？这里边故事是不是要讲？他跟我一样的，越剧那时候红了，他就唱越剧。那个时候你们红花多，我就占你。那个小的时候，我的嗓子一点都没有。其实我唱这个的时候，就是坐在第一排，人家都听不见。哦，是吗？对。所以后来就改行唱越剧。好，那么经过这2轮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场上的比分是2-0，我们红花队要加油了。好，马上进入第3节课常识课。常识课，每队各派2名同学参加游戏，其他同学回答问题。游戏失败时，答对题目多的一队获得1朵小红花。今天我们的常识课呢，我们肯定是要跟红楼知识相关的。那么在老师的手里呢，大家看到了有一张纸，每队呢派出2名同学站在上面，答错了就要把这张纸对折。如果站不住，你们就结束了，看能够回答对多少道问题。那还是你们来吧。我凭3、2、1，龙没看过。好，来，过来。我觉得狮吼技蛮可惜的。哎，狮吼技其实老师，我们那个大唐贵妃，大唐贵妃没有猜出来，人家神远都这样了。那个其实不用过的，应该快猜出来。那个神远他太差了，那其实我已经想到那个杨贵妃了，但是我想做皇帝，但我觉得我那个皇帝做的不是。可以，你太像了，我后来觉得自己演的像包拯，过得太快了。好，来过来，我来总结一下。我觉得呢，我们绿叶队同学刚才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大部分都猜出来了，在2分钟里边一共猜对了6个曲目。好了，那今天我们这5位专家派哪2位来演，哪3位来猜？老师来演吧。我不行，我猜也不行，你们表演也不行。他们现在已经说了，我每次在的时候都输掉的，你们相信我。所以就直接输掉了。特别我觉得陈慧琳演的还不错的，就你们俩演，这3位猜。对。来，2分钟计时，开始。几个字？不要说话啊！陈慧琳，不要说话。宝塔镇河妖。哦，那个格呀，那个珍珠塔。想说珍珠塔怎么不像啊？哎呦，葬花红楼梦。好，出来了，红楼梦，下一个。美女上花。水难收。 3个字哦。千金买骨。肚子疼啊，上医院，产房门前，皮肤，超市邮寄，再邮寄，好，下一个，白蛇传，哎呦，别惊了，别惊，下一个是2个字，闪腰，哎，这个动作，要不要做？啊，这个，下一个。 配合一下吧，2个人。慧迪要哭了。天仙配。好，下一个。哦。放丽君啊，阿凡提。有小毛驴，从来也不骑。啊，是那个黄梅戏的那个什么？
花仙子。8、7、6、5、4、3、2、1，时间到。你给我过来！好，来，经典的动作你会不知道的。对呀，姐姐，那你好久了，你不是有这个动作的吗？我学了几百遍。你后来什么牡丹也是这样的。好了，我来了，来到这边来，钱老师身上那么多牡丹。在2分钟的时间里边，红花队猜到了5个曲目。可惜在那个牡丹亭。对的，这样呢，这月很可惜啊。很遗憾的告诉你们，第一朵红花要送给我们绿叶。好，这个上美点啊。好，我们第1节课呢，绿叶队获胜。那么红花队，我们规定是输了就要表演的，对不对？我就说嘛，请问你在我们有机会赢的吗？帮人家演节目。那么我们首先，既然陈老师站在我旁边，陈老师先出个节目，好不好？来，掌声送给陈老师。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亲家母咱们坐下呀，咱们随便拉一拉。老嫂子俺家常常山沟的大戏。肯定是演花旦，他肯定是爱妃啊，爱妃啊，好，接着红花队下来。什么自说自话的？钱老师，我们这个大队长猜的对不对啊？对的，非常遗憾错了。错了，单老师不是一直是刚才表演的是孟丽君当中尤尚林的一句开场白。那么孟丽君呢是女扮男装，然后呢被我这个皇帝识破了。让皇帝因为看中她，要横刀夺爱，然后呢把她请到了约到了这个上林，进行感情进行交流，想试探她，然后借着这个尤尚林这个花鸟啊，然后这个景色啊，然后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下来呢？接下来，单老师啊，单老师，接下来，接下来，那是个去呀？还要买票的了。喜螺丝丢完了尾椎了。正月初7、初8、初9，我们一定会来看的。好，准备上课。我宣布一下，今天这5位就是红花队，我们这4位还是绿叶队。那么首先我们要上的这个课呢，也是在场所有的人都很擅长的。我们来问问题啊。这个越剧里边很多题材都是反映什么主题的？我知道什么？爱情。你们说对不对？对的，都是反映爱情的，不管是《红楼梦》啊、孟丽君啊。所以今天我们第1节课啊，都是跟这个爱情是有关系的。马上进入第1节课，表演课。表演课，每队派2名同学来表演答案，表演过程中不允许发出声音，其他同学猜。2分钟内猜出答案多的队伍获得1朵小红花。今天表演课的内容呢，就是2位同学来猜，2位同学来演。我们这边有5位，就是3位同学来猜，2位同学来演。要猜什么呢？就是跟爱情相关的戏曲的曲名。报告老师啊，这个好像不太公平吧？是老师，这么多的越剧名家猜戏曲曲名，我猜不过他。老师很高级的，所以我出的题目不仅仅是越剧，还有各种各样戏曲的曲名啊。我们还是猜不出来。你们都是千锤百炼的表演艺术家的。我们羞死了。好，那这样我们让绿叶队的同学先来做个示范，好不好？其实你们这边没问题，魏迪同学是很有经验的。我们以前在绿叶队从来没赢过。说出来呀！我们现在到了红花队，我们有机会赢。好，你们谁来猜？谁来演？谁猜？我肯定猜不出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来猜。好，来猜。好，那我们演。我们俩演。我们俩演。
哎，你们两个站在一起，怎么有点像蛇皮袋？我们两个人单飞成立一个新的组合，我们叫蛇皮袋。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蛇皮袋组合。他们对这个戏曲了解的究竟够不够丰富？2分钟计时，开始。做的像一点。几个字？几个字？4个。成语不能说啊。霸王别姬。霸王。哎，对了。好，下一个。不要解释。抽筋化神仙的。几个字？3个。0。第3个字。第3个字。钱。罗汉钱。好，厉害，对吧？下一个。来了，这个来了。几个字？4个啊。看看沈远的表演，看看这个气场太差，哎呀，沈远的气场太差，不来塞的。过了，有2个机会，5个字。他们肯定表演不出来的。孔雀东南飞。白蛇传。好，下一个。16个字。这是什么了？头翻脑。5点。打金枝。哦，厉害！下一个，好听啊。猴。羊癫疯。3个字。狮。河东狮好了，算3个字。狮子林。加油！3个字。狮子头。狮子王。最后10秒。失心疯。红烧狮子头。7、6、虽说是清泉又不像人，我们就是最佳组合蛇皮袋。不要停！有人到我们这里来了。哎呦，别惊了，那个李驸马呀！看你后来什么牡丹也是这样的。回到童年，快乐绽放。又开课了，我是班主任张芳，大家好。马上就要上课了，老师提一个问题，今天上课的主题是什么？我们黑板上写的清清楚楚，红楼梦未了。沈远同学说的非常正确，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就是红楼梦未了。红楼梦未了，我贾宝玉也梦未了。林妹妹，我累死了，林妹妹，拉住他，行，曹毅同学是不是最近入戏太深了？啊，不过在这里，老师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的大课堂的现场会有2位林妹妹来哦。俩小我是不是有3位呢？哪2位是林妹妹团了老？啊，对，林妹妹团。天上掉下这么多林妹妹啊！那这样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林妹妹们啊！来，掌声有请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美女们！哇，对他们已经都非常的熟悉了，都是明星，都是美女，都是角儿啊！对啊，认不认识啊？哎呀，老师这个不用说的嘛，这老师都是我的偶像。真的吗？这边2位，钱慧丽老师，来，还有蔡养婷老师。年轻版的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的徐派小生杨婷娜。好，欢迎！观众朋友都叫他杨帅。哇，帅，好帅啊！下一位美女，我是红楼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哇，好漂亮啊！这位好像很熟悉的吧？这个我们很熟啊。是呀。然后我是客场的时候呢，他来做主场。现在怎么变成我主场，你客场了？他挤掉了。我今天只能来打酱油了呀。哎呦，今天包了这么大一个酱油，来势汹汹过来报头的。你怎么到红楼
家队去了啦。你们不知道吧？我也是上月红楼团的，知道今天要来参加周末大课堂。像我这么有见的人，怎么可以不来啦？对吧？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个课还没开始上，但场上的火药味儿已经开始有了。今天的比赛肯定非常好看啊！而且我们也知道，《红楼梦》是我们上月红楼团的经典剧目，我们钱慧丽老师和单小平老师的经典宝黛也是深入人心。那么我们年轻版的杨缇娜和李旭丹的青年版的宝黛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对不对？除了《红楼梦》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经典的好戏，比如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孟丽君、秦探、皇帝与村姑等等等等。想想这么多的戏哦，估计看完之后要到2012年。你别急啊！过2天，12月20号、21号，我们红楼剧团将在一府舞台有2场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叫做《和合群包红楼心思》，浓缩了这出戏的精华，一定要看。对，春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演出可以给大家？春节期间我们还要上演那个明星版的孟丽君。明星辈啊，那有很多的明星啊。2位老师能不能让我们先睹为快？下头一下，对呀。哎呦，那你们面前2位们就是明星呀。李庆琪，万岁庆。两个请字，这个味道就浓得不得了啊！而且这个身份一看就知道了，万岁，这是皇上呀！皇上，我给您请安了。我又不是给您请安，这是太监。还有呢？还有一个，我们那个单老师。队一朵红花，红花队目前还没有红花，后面的课程要加油了，加油了，我们没有。好，马上进入第2节课，语文课。语文课，主持人说一个地点，参赛同学接力说出在这个地点内会出现的物品，所说物品重复或在该地点出现不合理的同学即被淘汰。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语文课了，在这里呢，我们肯定也是要跟我们的戏曲、跟我们的越剧要挨边的。那么越剧呢，我们归纳了2句话，就是莫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说明这个后花园啊，在这个越剧当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对，是的，我们越剧里面呢也有很多父子，就是把某一类东西呢归纳在一起，比如说游花园中的父子。对呀，对呀。包括前面好像刚才钱老师也说到过，是包括这个孟丽君里的游上林，其实就是借着鸟语从那个花花草草来传达感情的一种常用的一种片段。好，那么今天的语文课这个基本的出题的思路就已经出来了。老师呢要说一个在我们的戏曲里边经常会出现到的场景，然后你们要接在这个场景里边会出现什么样的东西。谁能够留到最后，就能为本队赢得一朵小红花。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规矩，2队的队员我们要交叉站，来排队。大家跟我一起来。花园里面有什么？小草、花鸟、牡丹花。神远一直是我们这边这个气氛厉害对吧？神远同学到座位上坐着吧，坐着。大家跟我一起来，书房里边有什么？电脑、没
而且我发现了，单老师其实他的气场只压迫右边的人。大家跟我一起来，酒馆里边有什么？杯子、面条、酒壶、美女、小二、扫把、筷子、大侠、毛巾、抹布、掌柜、人、扇子、银子、酒保、账本、窗户、玻璃窗。我又玻璃窗了，前面已经是窗户了。我就以为玻璃窗是通杀的吧？百搭的百搭的。哎呀，不对了，怎么又是这个位置啊？对呀，那你坐吧。不是，再玩下去，老师淘汰了。大家跟我一起来，闺房里边有什么？扇子、绒毛玩具、扫子、筷子、胭脂。我跟你说，夏老师把右边的人全部吓走之后，就自己走了。我知道，其实。